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一起来颂荣唱诗歌长春诗歌的后半段的第28首，求充满我，求充满我。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主信心，盖我的色心灵，充满我，主信心，主后我的完全，充满我，主信心，盖我的色心灵，充满我，主信心，救后我的完全。我们看隔壁首我的心真幸福。我的心真幸福，信心充满我，我的心切切困求你，我的心真幸福，信心充满我，我的心切切困求你，我的心，我的心真幸福，信心充满我，我的心切切困求你，我的心真渴慕，信心充满我。我的心切切困求你，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愿阮的心较无主你的心意，互你的圣神来充满阮的心。主，阮知，阮的心若无切切困求你的时，阮的心无法度通领受满足的稳定甲启示。主啊，愿你的灵充满阮，互阮的心真实来较无主你圣神的话语。互阮会搁一摆得到主你圣神的充满，互阮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愿上帝你甲阮三脚地地，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咱搁一来吟一遍哦。我的心真幸福，圣神充满我，我的心切切困求你。我的心真幸福，圣神充满我，我的心切切困求你。大家平安，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段落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我们新家人关怀学校的第2课的第17页。我们要继续来探讨有关在现代人不管是新家人，然后我们必须要了解现代人他们在外面的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到底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生命状态？那这个生命状态其实也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要传福音，我们真的要多了解。如果有些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对他们传福音。所以你会发现，从第1课到现在第2课的部分，在谈到有关欢迎新家人的教会，到底什么是欢迎新家人的教会？我们的标题是不是写欢迎新家人的教会？对吧？第2大单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人所带给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我今天刚好在
在参加一个活动当中那遇到一个同工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哇，我们教会那个因为这位朋友这位同工他是在召会，以调回的主会他们没有牧师，那我就跟他分享说，他就关心说委员牧师，你现在在你们教会青少年的状况怎么样？我说感谢主，我们前阵子有一群中辍生进来，他说很好啊，他就说我就跟他说，可是不行呢，我们其实大家都还蛮担心的，担心这一些孩子会不会造成我们左邻右舍的困扰会不会造成教会的困扰？然后他说对，没错，可是不用怕。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年轻朋友进到教会来，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准备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好像无形当中上帝在透过这位姐妹在告诉我一个意象。其实教会我们会担心，你看我家你们想看看你觉得基督徒会担心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担心？为什么会烦恼？咱来想看卖。排斥人为什么会排斥？人为什么会排斥？担心担心啊，对啊，欢乐啊，欢乐这个囡仔若入来的时阵我会记得就是讲有的同工会想讲，牧师，咱的教会若是关心这种，咱若是 focus 关心这种的。这个族群族群会不会消耗教会的量能？会不会？一定会，多少会嘛，对不对？可是消耗教会的量能，那我就会想，那到底这个量能我们是靠什么东西？我们靠的是财力吗？我们靠的是人的权势吗？我们靠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大能不是吗？所以我在想的是说，应该不是这一些。我觉得，假如说有这样的教会，或者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担心我们的教会会不会是要来关心这一些中辍生的孩子，或者是像某间教会，他是关心更生人的。那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去思考。我觉得一个人、一个教会的同工会担心这一些，不管是事工怎么做，或者是担心什么样子的人进到教会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自己没有预备好。就这么简单譬如说，有人来考出来说：“维牧师，我听你唱歌弹吉他好好听我可不可以请你教我？”我记得当时候第一个曾经来问我的学弟或学妹，那时候我还大学生，大二还大三，就曾经他们就来找我，他说：“学长，你可不可以教我？”我说：“可是我没教过我没教过，我不会教的时阵，我就会什么？我会担忧，我会担心。”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不敢去尝试？其实不是不行，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我们不曾试过。可是我就觉得，上帝很奇妙嘞！上帝给我们的教会，你看很多人都听到大桥教会在国中、国小又在南台的时候，哇，这个中心点，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就算牧师哪一天我老了、退休了，不在我们大桥教会的时候，我们大桥教会在这个地方会成为未来很多福音事工很好推动的一个根据点，这是很少教会拥有的。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地方，我们要何尝不应该是好好先去做好预备？好，我们回来这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现代人有很多在传福音上的担忧，有一个关系点。好，当他进到教会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敞开？包含我们自己为什么没办法敞开？我们来看第5个。我们上个礼拜谈的是有隐藏的伤害跟痛苦，对不对？那伤害的痛苦大部分都是属于恐惧那个未知的啦，未知的事情，那个未知的代志，太惊吓了，对吧？上个礼拜我们谈的是这个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我们要如何在困境当中去寻求上帝的心意，这就是重点，帮助这些新落户或者是新家人朋友，让他们明白他们恐惧的是什么。所以像譬如说这个礼拜天，我们有这个新天兄，他有带他的太太，有没有静宽姐？其实不要想说他开始去带他的太太来
他不会有恐惧哦，会哦，还是会有哦。他有他的疑问，他有他的想法，我们实际上我们都不晓得。可是我们要怎么关怀、关心，这个就是需要下功夫的。好，这不是说啊，牧师你阅人无数哈，你比较敏感。好，我还蛮期待，像譬如说新天兄是冲兄小组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了。好，譬如说等到他孩子已经考完试了，我们就开放自己的家里面。好，再一次，上一次是毛长老牧师带你们去的嘛，这一次我们就毛长老就带着我们的小组员，那一起来跟你们的家庭近宽一起好好坐下来。没有牧师的时候又不一样哦，谈话的东西又会更不一样。好，所以关怀我们不要把它当作那就是他去带最好了，不是，他好像是老师，他应该比我更会带，不要这么想。有些时候我们要他不了解教会的地方，或者是他有一些疑问的地方，当他太太有时候他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就需要我们去跟他解答。所以其实我们要帮助更多的人了解隐藏的伤害跟恐惧，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隐藏的未知啊，未知的代志会互惊吓啦。这种惊吓就是常常有当时有人来问牧师，讲牧师，伊啥了佫无来啊？有当时有的物件我唔敢甲恁讲，因为是伊咧惊啥？伊咧惊的物件我袂使有别讲嘛，因为牧师有保有爱讲保有人家的隐私嘛，对不？人讲牧师，我甲你讲，我即摆可能无法当去教会请你唔通甲别人讲我是因为什么代志？我天天就知影，迄就是伊有一寡惊吓的代志，有一寡未知的代志。伊必须要先去什么代志先办好完，什么代志做好完。但是当人来要讲的时候，我讲请为伊祈祷。但是你要为伊祈祷，你敢知影要安怎为伊祈祷？你嘛唔知影。所以其实我觉得教会一定要建构出一个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关怀人的，而且能够深入去了解每一个新家人进到我们当中的关怀他的隐藏的那种痛苦跟伤害是什么。好，这些都是无形魔鬼撒旦最喜欢让人阻止人去继续参与教会的接受福音的部分。好，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要让我们我们再来看一次好不好？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上个礼拜约翰福音16章33节。好，上帝的话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看我在牧师强调的，也就是耶稣时常在强调的，告诉我们的，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嘛，我们要关心弟兄姐妹。你觉得，如果你把这一句话牢记在你的心里面，有人来问你说：“毛长老，我最近安怎样？小长老，我最近又怎么了？”你有没有办法告诉他该怎么做？你不用再说：“我怎么办？我想不懂，再来找牧师。”又来找牧师，你懂我意思吗？其实基督徒一定要有那种足够的能力，你要能够去帮助人解决他的困惑。那帮助他怎么解决困惑？很简单，在主里面，我们就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可是这种态度要怎么做？就是了解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就是这个道理。好，他说在主里面有平安虽然我们有苦难但是可以放心。所以我们就告诉他：新天兄，不用担心了，眼睛这个，上帝有他的时间，不用担心。好，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就会认为说，你又不是我，你知道我多痛吗？我多难吗？你知道我多经历了什么什么？这种就是他在害怕当中，他恐惧当中，他不知道怎么走出来。有这种人他在很多病痛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种人，他时常都在讲什么？他的病痛有没有？更共拢讲过去啦，对吧？就是在他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平安，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就是把他带回来，靠主得胜，你怕什么？虽然我不是你，一个假结果，虽然我不是你，同理心嘛，对不对？但是我只能奉劝你一句话：
上帝要成为你的帮助。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相信你就会得着，对不对？所以新天兄眼睛还没好嘛，对不对？可是你相信吗？相信。对，你就好了啊，你就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帮助人，不是要帮助他，人当然来催你就是那种诶，就是刚才要摕一个锁匙要改，咱就是摕一个锁匙，互伊去开啦，开起来。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人的未知所带来的伤害跟痛苦，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是关系到他有没有办法跳脱他现有的生活状态，就是极度的自私自利，成为自我欲望的奴隶。好，我来讲，所有你那个认真给看下去几乎啦。连基督徒都同款啦，这什么代志拢跟主书主理拢有关啦。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圣经节，腓立比书第2章。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2章。第2章第3到4节好，翻到了吗？都翻到了哈。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圣经给咱讲起的是人唔通自私自利啦。好，这个代志唔通让激动了。可是你会发现，进到教会的人很简单，结党是很正常的。刚刚变成做主人的代志啊，我就看什么人较好啊，你会记得。所以你会记得等咱教会开始要行小组的时阵，我们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有同工说什么？牧师，我们这样子他们小组他们有些人跟我很好呢，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这样聊了，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在一起分享神的话。我就说，小组跟分享神的话跟你教会的小组会有那么大的关系吗？会有，因为难得礼拜天就大家一起来，结果因为做小组就把它分开了。我们教会刚在做小组工作就遇到这个问题其实连我们同工都会觉得，哇，我跟那个人很好。那后来你知道吗？牧师就说好，那不然这样好了，我再把你们放在一起。我告诉你，很奇妙放在一起之后，冲突就发生了。无形当中就开始，神就在做修剪的工作。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人在一起的问题，是结党的问题，是人的心里面，他只有他意爱我要看你这会，我要看下面人这会了。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跟你讲，人的人际关系这有当时真最虚浮的荣耀过去你也看去有的教会有势力的人，无论做什么高官做什么法官啦，做什么做有头有脸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是贪腐，他可能不会讲出来，可是人就很喜欢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有些时候，很多人想要跟牧师在一起的，其实牧师都会觉得，不要这样。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是跟我一起学习，我希望你们跟我在一起，不仅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的祝福，而且我希望你能够跟着我学。如果你不是在跟着我学，你只是来享受的，你我不爱。譬如说学生，学生他们很喜欢来牧师馆吃饭可是如果他们来吃饭，好像刚刚美术在给他照咖，可是有一些基本态度也学不会，我会说不好意思，我现在不会。我不会说明确的讲我不会明讲我就会说，我会有所调整，我也有我的生活，但是我该教的还是会教你。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知道说，做事的方法一定不可以有结党的概念。当然，我觉得团体一定要做一些小组化的东西，但是小组化的主题是什么？第4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意思说，人自尽不是在顾自己的代志啦，是在顾别人的代志啦。你激动是要创啥？
你若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有哦。哦，迄蒙长老，你即摆带小组，你带了，你的感想是啥？嘿，是是，对，哎，哎，是，这叫做结党，咱叫结党，会发生冲突呢，一定用较早民众教的有一项吼，迄落同意见面啊，一种无同意见面，安尼这个结党。所以啊，我无说毋是讲吼，迄个有堪人较好，迄袂使者，我毋是讲这个意思。你若看咱今日所看腓立比书的第2章的头前半段，第1节到第2节咧讲的哦。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劝勉的；疼心有什么安慰的；好，性情有什么交通的；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的，恁拢爱意念相同啦。但是你看嘛，当咱人甲人的中间，我甲你放做伙，啊，互你有这个好朋友的关系，煞无带来好的见证，煞无带来好的结果，安尼请问是什么问题？迄就是头前者疼心无共款，意念无共款。虽然我熟悉你，你嘛熟悉我，但是两个这3、4人做伙斗阵，无带来真实上帝爱咱做的工课。安尼就安怎？安尼就失去迄个功效啊嘛，敢毋是？所以咱来了解哦，咱伫教会内底，牧师一直拢咧甲咱讲起，对牧师当下来到咱教会，其实看着足多。咱的生命的细节的问题，咱是爱去做修正的工课哦。当咱去修正了后，你会发觉，迄就是捌字的啦。所以你看咱即马留落来，即马遮兄弟姊妹，迄是永壮的哦。毋是，迄关系是一直拢有哦。但是咱即马的方向就爱安怎？有咧听咱的即个直播的，也是咧听这训练课程的兄弟姊妹，较会了解啦。但是以往所有兄弟姊妹，可能还阁停留伫伊无听到这个代志，爱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这物件其实咱拢爱教导兄弟姊妹爱去了解，因为咱还阁有足侪项工课，咱还无真正去实践的、去关怀、去做到，咱较知影的结果。咱大部分即摆看拢是逐个人还阁是配合哪定，配合哪定。所以咱即摆咧做啥叫做新家人关怀，咱是要将人留咧。咱过去就是讲，哇，人来拢敢若无偌久就走啊！你有印象无？我会记得敢半当前、半年前而已哦，也没有很长哦。半当前咱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感觉讲，即摆这个时阵是上帝咧，互咱明白有侪咱爱了解的细节啦吼。所以咱过来看所以第一个真要紧吼，讲起的就是激动、贪图荣耀会记得这个部分，我相信咱毋是安尼啦，但是咱嘛无期待。咱若是真做即种的人的时阵，有可能就袂带来大的祝福，安尼了解无？好，所以会记得咯，你甲人有好的关系，这真好。但是会记得，伊若有是无好的款式，咱就爱去甲伊教导甲劝勉。这是咱今日看的腓立比书第2章的头前半段。虽然咱看是看到第3节、第4节尔，所以我希望讲你就爱了解第1节甲第2节，伊咧讲的意思，安尼你就会当了解。毋是讲咱教会即马这小组哦，敢若咧激动，我毋是这个意思。我咧讲的是讲，假使咱伫咧沟通、咧观念、咧关怀中间，你会感觉讲即马咧沟通讲起来较袂亲像过去，好，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对，这个就是健康的，这样懂了吗？所以这个叫做在爱心里面意念相同了，好，就会很好，就很安全了。好，第二个。什么是极度的自私自利？会带来什么这样的状态？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好。24节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光这一句话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们都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舍己啊。什么叫舍己？舍己叫做付上代价，对吧？好，看无家己啦，对吧？所以你要放下什么东西？我问你，来，想放吗？要放下你的时间，对不对？要不要？要不要牺牲你的金钱？有些时候还要牺牲连你家庭的时间呢。好，我也给你好，这个牧师好奉献给主哈。这个决志要做牧者以后，不是只有我以前不太懂，在神学院说哦，咱若是做牧师的人哦，通常连恁爸母嘛，拢像咧做牧师啦，拢献给上帝，不是讲做牧师献给上帝。啊，那个时候我都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记得我刚出来牧会的时候，我的父母亲都是去到他原本的母会，可是后来我就慢慢体会到，我的父母亲他就跟着我一起在讨论教会的状态。从我以前的牧会的教会，我们就一直都在讨论。我终于慢慢懂得什么叫做跟随主，一定要舍己。舍己就是连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连你家人要跟着你，他也是舍弃掉他原先的生活习惯、生活的环境，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带给家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实了解到什么叫做舍己。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像最，人若甲你问即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你要用最简单的解释来互伊听的。做对嘛呢？叫话即句话有人听无？你会安尼问，你会想讲咩？我什么时候问你？我用较简单的回答啦，解释啦，对方当听有啦。即句话我觉得我简单来讲。我袂用迄什么叫简单，我会用一个分析的态度，互咱了解。你想看卖咱若要军队一个老师啦、师傅，要甲学技术啦，你要甲学技术，你爱安怎？你要坚持，假使安尼好啊啦。这师傅伊用会知6点就起床咧做事啦。你想要做一个好的做事人啊？但是你若无法度通伫下早6点对这个做事人去做事的话啦，你讲你会当种偌好的农作物，迄是无可能。譬如讲像我较早，阮爸爸牧师公甲我讲，行来做事，来应肥，毋是应肥，种番麦。偌早呢6点，你妈想啦会知6点？阮爸爸较无爱互阮困到饱阮10点会知9点10点咱较来。为什么热不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些人想到因拢是下早透早4、5点落去？为什么？热是一个问题。你敢知想啦？你想看卖，咱想看卖。偏偏这些人甲伊的家庭的人，囡仔拢是共款，拢想要做好这个做事的农作物的工课，对不？亲像我们都要跟随主啊，对不？咱嘛要军队主嘛，我们要跟随他嘛。我讲你问我讲简单要安怎做？因为耶稣就是做舍己的工作。如果要跟从他，那当然他做舍己的，我就要做舍己的啊。我可讲一摆，若要跟从他，耶稣说：若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对不？耶稣要做的就是什么？他就是要背起十字架的啊。那是要舍己的不伊想那要舍己，要排死皮给，他就是舍己舍弃自己，不要背十字架的这个东西，他愿意去背十字架。好，我个简单讲，他对我讲迄个譬如，假使这些人
伊为什么甲囝会安尼讲？伊是安怎要安尼做？你若要甲你的农作物做，我甲我的爸爸讲，爸爸，你做的这我拢会晓啊，我嘛会晓用这怎种番麦，啊要安怎打，要安怎用材料啥，我拢知影要安怎用啊，啥要较早要创啊？有一摆伊甲我讲，你看，这犁沟哦，什么时阵在犁沟？因咧犁沟吼是早起时啊，伊袂前一日就甲你犁好啦，伊袂啦。这犁田的人拢是伫当日，伊你要种的迄天会有当时上有可能是暗时，但是一般因嘛袂伫暗时，拢伫下早起你要种的迄日，就早起，然后伊犁了吼，迄土会安怎变起来，松啊会重，迄土底是重的。啊，翻土了，犁到了，迄土是啥？是重的。但是你若无伫5、6点先去种，你即摆翻麦点了，你就骹就甲打了，安尼甲打过。伊迄淡，迄啥水分就会吸掉伫迄土里。但是你若是日头出来了，拍落去了，你犁到犁了，你还袂去种，你迄个犁到的迄个田就安怎打去啊？啊打去了，你搁去种。请问伊会出来的几率安怎，就变少了。所以我的经验过去我嘛捌安尼过，9点10点较去种。迄摆迄片迄个田地，所有出来的番麦一半尔。我讲爸爸较少，对啊，恁就是要较晚来种番麦啊。所以我终于理解，跟随主，如果我们要跟随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对象，为什么要舍己？他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我不能用我的方法。我下早10点较要去，我几点较要去，会使不 ？No。我们要做主的工，好，就好像我们现在子安，好，你要做什么工，跟着牧师就对了。牧师怎么做，你就怎么学。好，所以我就说过，当我们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长子同工不能说牧师你们去就好了。不行，牧师希望是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因为当我们越多人背起十字架舍己的工作的时候，上帝他就知道我们是愿意摆上的。所以自私自利的人，成为自我欲望的奴隶，他们是无法愿意来跟随主的，就这么简单。好，反向来思考，就是他们无法愿意跟随主嘛，对不对？没有办法跟随主的人就是自私的人啊，不就这样吗？还了解我意思吧？应该。呀，好，你继续甲看落去哈，伊后壁耶稣就有解说，伊讲，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我就感觉讲，这就是一个，你看我家哈，我感觉这是一个利益得失的问题。咱亚这讲，咱无军队主，我会当开较侪时间陪我的囡仔，陪我厝里的人，对吧？会使无？恁有想过这个问题？牧师牧师全时间拢在创啊！你莫看牧师敢拢营业哦，牧师看起足自由，拢伫教会对吧？但是阮是全家拢在，哪像迄是一个大家人拢在看的一个啥典范的家庭哦。那个压力，那个很多的榜样，都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哦。怎么做？要安怎做？人家会看牧师，恁的家庭敢有受到祝福，会袂？会嘛？啊，你有受到祝福了，我才会相信讲你信任这个上帝，敢若真正有丰富啊？了解我的意思啊？我讲一摆哈，阮做牧师的，其实阮的压力是足大，是大的，毋是阮的时间比人较济。阮的压力是啥？阮的压力是有真侪时阵，阮拢咧互看讲，恁安怎真做一个蒙福的人啊？基督徒嘛，共款啦。咱出去是安怎无法度传福音，因为咱毋敢互看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因为我就是无蒙福啊，我毋敢讲互看见讲，我就是遮尔受祝福啊。你了解我意思无？就算你伫困难的中间，你敢有咧互体会到你有勇壮的迄个气力咧？我感觉这是一个态度，无共款的态度。所以你讲，我感觉耶稣伊咧讲的讲，真正呢，
要安怎什么叫做救自己生命的？吼啊，有的人伊就是为着世间的代志咧落落啊，自私自利，为着伊家己的看法，为家己的享受啊。嘿，这有哦，真正有哦。吼，我为着会当安怎，毋免奉献较济，我会当开寡钱的人来佚佗。有哦，我对学生关怀这学生的时阵，看得足清楚的。学生因真晓算的呢。我一个讲就嘛，我听老师伊讲伊甲即个会长讲，阮做即个最后尾啥样回忆为流失。其实回忆的流失哦，我嘿。伊啥物讲的？是。刚才恁讲的，阮做即摆，咱以现在来讲，阮做木匠，最后尾就是会有会流失，这嘛是一个部分啦。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咱像倒转来我头拄所讲的，因为会友的流失重要是，阮做木匠安怎去看待？因为伊惊会友流失，就是看到家己的木会无成功嘛，木会无成绩嘛。吼啊，所以啊，共款啊，咱像迄中级，咱做长老的，你会感觉讲牧师啊，啥人拢无留咧，迄个压力来啊，了解无？所以牧师啥来讲，咱着爱努力，努力毋是目的，还是讲咱靠着什么人？毋是，咱是爱做伙同心，有啥物问题，咱就来甲伊改善，啊，然后互迄个方法更较好。吼啊，所以即个嘛鼓励咱啦，吼，鼓励咱就是讲啊，虽然咱的时间可能也无方便，无要紧，就是讲咱6月、7月，咱为着即项代志来祈祷。所以即摆我嘛有接到即个新店名吼啊，我小会长了嘛有要去。啊，其实即摆，其实这名单其实是原底吼，咱这3个是无法当报，因为咱人已经满，啊满了，我赶紧就讲，咱遮有确定咱同工有要去无？因为我佮甲一个牧者拜托，讲啊，敢是可以当有一寡名呀？啊，这个是西门教会他们的牧师说，他们的名单要给我们，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我们好好去做学习，真的会给我们很大的突破。因为我感觉讲，你若2个月会当学到一间复兴的教会伊的方法吼，你比你搁伫等牧师甲你训练吼，1冬2冬吼，搁较好啦。因为遐物件咱会当去参考啦。我的意思讲，迄是互你参考的，迄毋是要互你安尼上课做艰苦做忝，毋是。因为我感觉上课忝，迄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因为我安讲吼，其实我相信讲新生命小组教会，因为因的教会是就伫迄个公路迄间。对，啊，他们建设好，就是一栋拢是咖啡厅，拢咧做交易的，嘿，啊，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做学习，把别人好的 DNA， 我们把它拿回来用，其实对我们的教会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了，哦，啊，当然好的，咱就甲学起来，啊，若无介特动的，咱就当未来有机会教会转型了，较做改变。嘛无办嘛，吼，好，我们回到这里哈，我们来看第2个，所以无法愿意跟随主的人，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很简单，什么是自私自利的人？成为自我欲望的奴隶，好，就是不愿意跟随主的啊。这个也不用太过于难过。假如你觉得好像我好像不是属于那种不愿意跟随主的，那我可能就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也不要太难过。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跟主认罪祷告，好，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给我时间，让我现在的时间非常的忙碌，有机会我也能够奉献时间出来学习，来跟随主。好，所以过去你会记得咱有当时要找一个同工无好找，有无？好，咱讲啊，教会有啥物人会当来做伙来同工的？其实我感觉讲，咱就是甲人的迄个对真理话命的话，互伊明白。啊，然后甲伊呼掉，甲伊抓出来，安尼我想同工就出来了，同工就出来了。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啦。好，唔免过度的担忧。好，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什么是属于比较自私自利的？好。10章24，
好，圣经解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就简单，无论什么人，而且你看哦，在第23节上，礼拜天牧师带大家看，凡事都可行哦，但不都有益处哦。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哦。好，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了，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也记得哈，较早我大四哈，我读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就离开了那西屯教会，因为西屯教会那个时候，因为教会小，就跟我们现在大桥教会一样，什么人哦，大家都会说，我愿你帮忙，我愿你帮忙，好，麻烦你。我好累哦，我都一直觉得说，这间教会怎么都没有人愿意出来帮忙，明明就有人啊，他们有80几个人哦，当时大概80几个人，那我就想说，哇，怎么那有人想要都没人要出来倒三缸？后来我就离开神，我就去游走，我真正捌都试看卖礼拜日无去礼拜，但是礼拜无去礼拜，我心想做无平安呢。了我感觉做什么代志呢？好吼，拢安尼感觉安尼嘻嘻惊。所以那时候呢，我也去到四处游走，然后去其他教会，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在看神的话语，刚好看到这段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就说，对，我也在做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看到很多人不想要服侍同工的时候，我买当咧想啊，但是我感觉我咧想袂无法当造就什么人。我伫遮咧想。我真的无法当帮助什么人，不如我要走出来，真实的再去祝福人。所以迄当时我就讲，无要紧，无我来找一间教会。所以当时候上帝就告诉我，给我一个声音，我就去找到了盘顶教会。也因为我去到盘顶教会，我才会决志要奉献，成为牧者。所以我大学的时阵是懵懵标标。在我游走流浪的过程中间，最后上帝通过这流浪的过程，让我去到盘顶教会。我是伫遐受呼召，然后决志要去读神学院。但是迄当时我毕业了，因为迄当时因是台神，曾牧师因囝，包括曾牧师因拢是台神。迄当时我最爱台湾神学院的，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要去念台湾神学院。后来我大学毕业，我是先去考台湾神学院，无考掉。了，我就讲，阮爸爸我讲上帝无爱用你啦，好好回来厝里做工课啦。我讲干嘛呢？后来我的心里面还是一样坚持。后来我在当兵的时候，意外我就被选上宪兵，竟然宪兵就要报北部，北部受训，中立、内力，做偏乡的，坐车、搬车够忝。我后来去到台北，在板桥宪兵队，够寒。3个玻璃梯啊，宪兵服非常的冷，我就在那边每一次要站2个小时，站卫哨要站2个小时，很冷，你知道吗？我终于体会到台北的生活不是我台南人可以承受的。我就一边站哨，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若真正会当平安退伍，我不爱读神学院，我要来考台南神学院。所以很奇妙哦，上帝他怎么样在告诉我，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我的想法认为，拢无人要出来，拢无人要安怎？其实这个是很自私的。我们可以为神所用，可以让神来用，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其实不用去想那些，你若心甘情愿，你服侍上帝，你没必要发牢骚了，你不必要去埋怨了。所以我在那过程当中，我非常体会得到什么叫做埋怨的人。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因为他的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谦卑自己。伊期待安怎？我做到要死要我当然看袂惯死，迄做的是咧为人做的啦，迄不是咧为上帝做的。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你只图自己的利益的人，通常你很容易会去计较。计较为什么都没有人出来？为什么怎么样？我跟你讲真的，不要图自己的利益。上帝有他的心意，要用谁都有上帝的心意。什么人要出来，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觉得都是上帝的心意，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做好水，做好上帝欢喜，安尼是圆满啊。
我觉得上帝就喜悦。好，所以这个圣经节跟大家分享，不要仅顾自己的利益哦，不要仅顾自己的利益。好，另外一段圣经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24节。提摩太前书6章24节，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奴隶。会自私自利的人都是跟金钱有关系。提摩太前书第6章24节。马太福音说错了。马太福音，因为那个子安来跟我讲过，我忘了修改。马太福音第6章24节，因为提摩太没有24节。好，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咱一个听主的人，所以为什么新家人进到教会，为什么他会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会让他怎么样？他对教会的那种什么认同感，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时间摆上，都是跟金钱有关系。一般来讲，人家来到教会一定会想到什么？要奉献，对不对？但是要奉献的时候，还让他像咱看去庙里那是无啥想法，去庙里那是叫做香油钱。我今晚我拿客去，你就爱对我有利益的，有帮助。但是咱基督徒不是，咱基督徒的奉献是啥？我们的奉献是这些东西是神给的，我们是部分回应神，感谢神。那我们更乐意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更多经历神。所以外口的人因是有利益交换的，有一种利益交换的意味。今天我若无得到，我应该得到的，我这个神无真的，可能无够，我就无爱去献啦。所以咱的信用，等外人来到咱教会，等新家人进到教会，我们真的要去教导奉献的观念。咱一个人，咱其实来教会，咱唔通侍奉做这项代志。有的人伊来教会，伊若为着钱伊若钱看钱做重的你想看卖，伊敢会奉献？伊就袂奉献，对吗？看钱做重的人，伊敢会奉献？我问恁，看钱做重的人，伊袂奉献；看钱较无重的人，伊较会安怎？伊较会将伊刻出来。所以其实这段圣经在伊咧讲的就是安尼尔，足简单的。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神咱就爱安怎？不是讲我要爱这个，也要爱迄个，无迄个代志啊。所以基督徒如果伊若干伊也搁要爱外口的代志，搁要爱教会代志，敢有可能？想看卖，咱来想看卖，其实是足困难的，不容易，真的要做到这样，我觉得不容易，有点困难。所以圣经既然安尼甲咱讲，因为咱要爱外口的代志是啥？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贪腐虚荣啊，对吗？我们贪图那个虚度的荣耀啊，对吗？人家看重，可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教会的基督徒要好好去正视我们的福音，我们认识的这个信仰。所以我现在也是看到现在我们的一些年轻人，我们要开始更扎根。我跟钟璇讲，我说钟璇，假如可以的话，你会考完以后，跟牧师去参加这个特会。他说这个特会在干嘛？那后来我想一想先不要好了，我怕他听不懂，以后他可能在那边也不知道干嘛。我觉得等我学完以后，我回来跟大家分享，也可以。不能去的人没关系，牧师回来，我们几个有参加的同工，我们一起把好的东西，一起在教会里面去渲染给更多的影响更多的基督徒，一起来为主做工。好，所以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只要你是做金钱的奴隶，就很容易极度的自私自利。简单安尼讲，我会记得较早无奉献拢是牧师嘛。每一摆我若伫厝里常常听到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咧冤家，拢是因为奉献的代志。我的妈妈常常拢甲暗将这钱摕去咧奉献，
但是阮爸爸咧趁钱的人，伊安怎，你拢无甲我讲，啊，然后安怎样，啊，就足生气的。所以，阮爸爸一对奉献的观念，他会极度的认为，哎，加安怎，这个加好呀，迄个安怎样？他对金钱的观念，我就发现说，好像不是那么的乐意。好，那个心就看得出来。所以呢，一个人他怎么样专注在神侍奉神的态度上面，真的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好 ，OK， 那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也是跟自私自利、自我欲望的奴隶有关联的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5章13节。是。哪个部分？就是奉献的，金钱的吗？你说看看。我意思是说，不要被金钱所捆绑。因为我们在讲说不能侍奉的来讲，有些人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专注在金钱会被捆绑。我懂，应该是说，就变成潜在指使你。简单这样讲好了啦。有人，如果你侍奉主跟工作，譬如刚刚你讲，阮爸爸过去就是礼拜日一定爱去工课来，就是礼拜日就是去修理机械、修理机械。我小时候就一直在观察怎么那么奇妙？真的没有一次不是这样只要来礼拜日爱去礼拜做礼拜的，我妈妈都是讲一句话：迄无要紧啊，做礼拜迄是上帝予咱一定爱做到的。你若去安尼你去修理机械真麻烦啊！很多时候都是礼拜天，他怎么修理就是修理不好。而且都是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妈讲：“奇怪呢，我那修理机还修理那老师傅啊，这个代志那修理不好，真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工作赚钱，我不是说赚钱不好，而是说我们要谈的是说，怎么样侍奉主，然后我们把心放在该做的事情上面，应该是先放在主上面。然后工作方面，我们都是求主保守带领，然后时间把它分清楚，这个就对了。要分别，对，要分别出来。好，那你说，如果你要同时，那我觉得不 OK， 真的不 OK。就好像有些人，假如他来教会敬拜神，可是他心里面都一直在想，我待会要去工作，要干嘛干嘛。你觉得他会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得到祝福吗？会得到上帝给他的启示吗？我觉得很难。我宁可希望他好好的把这个道听完。所以那一次我就跟一位姐妹，这个我们教会的姐妹，她每次都牧师还没有祝祷，她就先离开了。我在那一次刚好不知道是什么，是青年主日吧。那一次刚好她就留到最后，我说等下老了，我书给你祝祷的时候，她离开，我就会跟她讲这个道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人很自然，他会认为说我已经有把钱奉献出去了，他以为他是在奉献侍奉神，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应该要从头到尾去享受到那个跟神的关系。当然啦，有些人他是逼不得已，情有可原，他是真的时间上不允许。那我觉得他的态度，神自然会预备他，感动他的心，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侍奉神，跟随主。所以外意思是说我们学习啦，告诉我们的信徒学习更好一点的方法，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尝试过，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加倍更大的祝福？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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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就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圣经节是一样的。你不能又侍奉待会你急着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连我较早我要去佚佗，我连要佚佗，我兜专家哦，从小我的观念就是这样，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做礼拜没有做完，我们绝对没有再去玩的，而且我们礼拜天从来没有，一整年从来没有。我们不会为了说，因为要去旅游游玩，然后礼拜天没有去聚会的。我当然了，不见得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样。但是我觉得那种态度让我知道说，完全奉献的精神，服侍神的心态。我以前就比较早，我跟前困到太济，非常济不少数，这是我教会内面所看的一经验。真正太济，伊拢都叫我们困到这非常济。所以咱就讲，那是圣经有一个规划，咱知影圣经的教示，互咱会当，互咱会当了解上帝的互咱的心意到底是啥。有时啊，你若一个基督徒，你若要做到从圣经来讲，这个见到。无容易啊，无容易，真正。有时啊，做牧者人无啥了解，就是人我哩事的啊，这个信徒安尼，我了解啦。平时上困觉的思想。对，所以咱其实金钱捆绑的有足侪种物件，金钱买来的物件嘛是一种，小说、电脑，只要你应该好好会当跟上帝亲近的时间。所以我昨嘛是拄着咱的青年伊即摆爱去嘉伟伊即摆爱去打工啊，我就跟他讲，什么时候再来？牧师很久没有跟你聊了，他说都可以啊。他其实他心里面有一种渴望，很想要再回到过去，可以跟着牧师，跟着大家在教会里面。我就说嘉伟，你已经长大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可以念书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既然你不想念书，你就即将要进入的就是出社会，所以伊昨日咧甲我讲着，伊甲伊的爸爸希望我，你若无要读册，你就去我多摆嘛无爱互你啊，你就家己趁钱，因为你徛多摆去出代志，发生这些代志，所以实际上，我们关心年轻人，我们实际上就跟我们刚刚在谈论的那个点一样，一个人他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啊。既又想要来教会，可是他又想要外面的世界，这些都是两个主啦。信徒嘛同款啊，伊也希望讲伊看重的代志，比教会礼拜日主会时间较重要，拢有啊，真多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其实我今天后来我就发现说，哇，我很佩服那一些召会的弟兄姐妹，那些召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严谨，他们严谨小心到一种程度，让我觉得。我讲，你看人因咧穿衫，迄拢是制服的我不是说我们也要这样啦，我是说我们学习看到说，他们祷告，他们学习在神的面前，就是把自己放下，跟随主。这是蛇你要时间敬拜时间啊，伊若不来敬拜去做家己的代志做伊个上家己的代志，是。对，是。以我啦你卖时间要叫我去做家己的代志那是无可能。我以前就是跟时间。你讲我看你卖时间，我就家己的代志去做所以，按照我的经验啦，我的经验啦，就是说，只要我们已经被上帝呼召、感动，然后回到他面前的人只要我们又再接触。这样子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令你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发生，真的。你若礼拜时间无去礼拜去外口莫讲做个代志无解释。迄阵的时间你若平安我就真佩服，真佩服你。因为你若真正是基督徒，有感上帝不是。所以你看毛天啊，假设咱即摆咧讲的这个问题在咱的信徒的中间，其实嘛是有。
啊，等有的中间吼，咱要安怎？其实咱会当来思考看卖，要安怎来教导教育咱的信徒会当了解这种代志？因为这种代志，我感觉讲就是人咧抵触了，在抵触神的方法了。咱像迄讲，我做学生啊，你看伫学校咧做学生甲老师的关系，迄学生若要抵触老师的教育的方法，通常这个囡仔互老师就安怎？这个老师拢甲你安尼，无特别要甲你特别照顾啊。就算甲你特别照顾，你嘛无想要插这个老师啦，迄关系就无好啦。所以我感觉讲，咱信徒的关系就是讲，有时候我们也过度放任他们，那我们也没有在教导。那现在就算我们教导了，我们也是有些时候我们不以为然。所以其实这种是罪呢，这种罪也往往就让我们的信徒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罪当中。所以其实黑龙，你两个认真想看，我们是在讲救助的哈。这对。但是讲，咱来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啦。因为咱要讲话吼，我做牧者嘛经验过。有当时咱无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吼。你听会了吼，开始变成安尼样，伊就离开去教会啊。所以我要有智慧啦。我看了是，我真正是，足感动的。我讲，李老师真正是哦，真正是一个我准备天下你只要讲的，每周我都要来做礼拜。对，我都想听你写一篇的。可以啊。你圣经的平板啊吼，我那是读经的，我跟你讲。有咧堆吹啦。简单讲一下，我是一个想法。我一个礼拜六是为了礼拜天来准备，所以礼拜天刚好见识就这样子。所以本来今天摆对母亲节，我拜了看了嘛，直接摆了几块。那礼拜天，因为你看从旧约里面安息日为什么安息？为什么安息日那一天没有玛瑙的？为什么前一天就先收好？那你预备好嘛，对吧？既然的话，你团队啊，你就是应该要在上帝里面去安息的，还这些都没有用，你都错了啦，那个都眼前的。难怪你们被世俗都绑住了，都捆绑住，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教会要更多渴慕，然后期待。我觉得我们看待像新天兄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会要强盛，一定要爱有安内心志，咱骨力啦安怎会当督促，互咱的信徒是活伫。我这是感觉，我是用舌头讲的。然后做了一声，他说：“我怎么在做？我在做动作，这才是有行为的，这是对的。”所以我们实际上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教会的信徒是活在安全里面。其实，大概我帮你扩充不会。来，那你看一下，咱个看完就好哈。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圣经节5章13节哈，5章13节加拉太书，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哇，有没有很美，对不对？所以你看嘛，自私自利，成为自我欲望，难道不就是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吗？好，对吧？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蒙召，既然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我们有自由啊。上帝并不是没有给我们自由啊。我们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选择，好，实际上我们已经很自由了，好，我们有使用神的权柄的能力，有没有？我们可以怎么去爱人？上帝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上帝的靠主的能力来去什么行万事，能够得胜，哇，那不是很好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放纵说，主啊，某些部分我不想要跟随主，某些部分我想要跟随你。还自我选择，这叫自私自利的。好，礼拜日我若时间未拄好，我来讲歹势牧师，我甲你请假啊。教会上帝，我甲你请假哦，拜托的。通常迄会友人甲我请假，拜托歹势，你毋是甲我请假，你甲上帝请假。好，你是甲上帝请假，毋是甲我请假。好，因为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我毋是讲你袂使请假，我的意思是讲，
你甲上帝请假，你家己知影，你家己咧做啥？好，你若心安，安尼感谢主；若未心安，拜托你千万忙安尼做。好，就是安尼尔。好，所以我感觉安尼是上安全啦。啊，你若甲我请假，我甲你同意，但是最后你发生代志，我讲哇主啊，我要认罪悔改呢，都变我的问题去啊。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好像不应该是这样想，应该是他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其实为什么牧师不会在意说一个信徒，他这个礼拜没来，我会关心他，可是我不会在当下当周我就关心他。可能他2-3个礼拜都没来的时候，我就偶尔问一下，那个他为什么没有来？他是为了什么事情？好忙哦，好没关系，鼓励他，为他祷告，对不对？我们要告诉他，教导他，有机会认识神，好好的认识神，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不要侍奉2个主。学习交托仰望神，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好 ，OK， 所以不明白蒙召的心就是自私自利的，把它写下来。不明白蒙召的心，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加拉太书第5章第13节。好，所以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嘿。这个自由不是要让你自私自利，选择你自己说，我又想要干嘛？那是自我欲望，那不是真正好像很需要了，那不是真正的需要了。好，所以我们真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需要？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是需要有主，有神的带领，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平安。好，我觉得这样子生命才会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好 ，OK， 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哈。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的信徒的教会生活。我们其实看到，我们今天虽然是做这个新家人关怀活动的训练，可是实际上我们要更多了解我们的信徒、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在教会生活里面，生命领受更多圣灵重生的生命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为我们教会的信徒的信仰生命的兴起建造来祷告。那我们弟兄姐妹学习为主摆上啦，哈，同心的侍奉神，然后一起来得着更多的得救的灵魂，哈，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一起从你的话语更多的领受，在我们的生命的功课上面学习仰望神，更多的委身奉献我们自己的生命跟随主。我们晓得跟随主的脚中，我们需要付上自己，做个舍己公家的败家的仆人，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有许多世俗的工作生活，有捆绑我们的心的，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靠主得胜，靠主来活出为主做见证，为主来行神你所喜悦的事。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做主你尽忠的仆人，好好的祷告、灵修、跟随主，能够明白更多神的心意，让我们在世上的一切所遇到的人当中，能够更多的明白如何带领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学习、兴起、建造你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看重上帝福音国度的需要。我们知道有许多以我们人的角度，我们受到许多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来跟随来做，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并不是在跟随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为主摆上，有一颗谦卑服侍人的心、爱人的心，让我们一起学习同心的侍奉，彼此的顺服委身，成就神你的心意。也求主你将新的、好的、祝福我们生命的信仰的 DNA 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学习抓对好的事情，一起来建造神你的国度与教会。谢谢主，再次将我们的学习装备的课程献上恳求，愿主你保守每一个领受在当中所学习到的弟兄姐妹，愿主赐福他们，让他们无论在工作上能够得心应手，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将他们的生命摆上，为主你所用，成为神你所喜悦馨香的活祭。谢谢主，将我们回去的脚步交托仰望神，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